有一日，因老咧身体唔好，系乜啥要来照顾因哩喏？喺台灣有65%嘅國人係屋企人開下咧一份照顧嘅責任，對照顧嘅當份嘅意思，佢哋咪有咧隻新嘅身份，按做家庭照顧者。我係815嘅沈陽勇。我發現社會上當人是看到是由本人照顧嘅偏誤情況，但冇注意到這群迷失自我嘅照顧家庭嘅人。故所，我希望做得再個了解佢哋嘅心聲，感受到佢哋深度嘅艱苦，咪好心愛用般來探索佢哋，本佢哋照顧別人嘅世界，做到喊下強鬆自在，咪做得得到喊下溫暖嘅支持力量。我家总有4个兄弟姐妹，他们要工作。那如果说你今天要他们是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要打乱掉，我的做法是牺牲我一个人就够了。什么是家人？都是空，人生一切都是空，不要寄望别人。有的人是既不出钱也不出力，还要指挥你。那像我们这种就守在旁边，人家说的床边孝子永远是最累的。那个天边孝子只要出个嘴巴啊，你这个做的不对，你那个做的不对，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也是很不好的。也係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為家長朋友所辦嘅專員活動，希望打幫安樣嘅氣氛，本期也得好好來釋放壓力，講出心肝肚嘅苦。韓國人哋嘅練習生應用，每位對一片來到家長者嘅世界，來了解佢也得真實嘅感受。大家好，我叫玉蘭哈。那我就是因為我爸爸2年半以前被車撞，所以我就離職了，在家照顧他。那我媽媽因為他們一起出去，看到我爸被車撞，所以就失智了。所以我在家照顧2年半。年齡大，他已經100歲，歲歲少很少。我老家庭照顧者交流嘅時節，我看到佢哋講到不平嘅家人全就叫嘅，嗰兩是我真經同感唔同，咪同上來叫嘅，因為佢就像我想到我自家嘅家人，如果佢哋不平嘅那個感覺、那個情緒，還沒懂心疼老焦慮。那好了有出院，出院沒有1個禮拜又進去，這樣來來回回已經第4趟，醫院真的看得很心酸。心月，你眼淚也開始了，是不是？哎呀，我不喜歡講話。好，你抱你抱，我知道你喜歡用肢體的動作。對，真的，我好愛你哦，你很辛苦，我知道。所以我們要一起加油，沒問題，你就記得有我們就可以了。愛你哦，真的。我们都说照顾是一份爱的劳务工作啦，可是就是因为照顾，常常就会让照顾者的生活一瞬间就变了样。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也可能会失去社交，然后跟被照顾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也常常会因为被照顾者的病况不同，而导致自己的心情起伏很多。那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舒压馆的成立的目的，其实是希望创造一个给家庭照顾者专属的一个空间，他可以在这里尽情做他自己。也可以吐吐苦水，因为很多时候家里的那个传统观念会觉得照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很多苦不知道跟谁说啦。那其实照顾者跟照顾者说是最有效的效果。其实它就是一个传奇的概念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促进他们的社交的生活，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好，我总算抱到你了。好，开始喽。谢谢你。上南本大嘅家酒仔都多地感受到来自上父亲真实嘅鼓励老支持，韩国也未系本一群有相同经验嘅家庭照顾者，做地继续行下去亲温柔嘅力量。感觉如何？跟我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平常都把焦点都放在病人身上嘛，所以这次看到家庭照顾者，发现他们也有很多就是他们平常没有办法抒发出来的东西，就是可能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我们都想到病人可能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家庭照顾者他们心里也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就像你刚刚分享的，其实他们很需要被关心，或者是很需要被倾听跟支持这样子。那除了刚刚那样的聚会之外啊，其实我们协会现在其实有在做一个家照者的照顾故事募集这样。那我们希望让更多人更了解家庭照顾者的处境，所以接下来的见习会希望有机会能够带你去做照顾故事的募集这样子，然后就能够让你更深入的了解一个照顾者的整体的心路历程这样子。家酒仔嘅故事确实一本很较多人知，因为老人嘅未来唔系照顧者，就係受照顧者。不過喺實際參加嘅故事募集計劃之前，社工文山還等等做了一個安排，本應用做得很較夾了解家酒仔嘅身份面貌。咱即天要去淡水哦，来去看海边哦，哈。特许下。哎呦，对，等一下轮椅可能要再麻烦你。好。批定琴日老中風嘅阿爸出去了，就係應用根本嘅男性發通。做得本期全權嘅去看家酒仔、老師照顧者之間親真實嘅互通。唔過，但唱係下樓台就係一個考驗了。那應龍，這個輪椅可能要麻煩你先幫我帶到那個樓下去。好。對。你自己要小心哦。來，我們出去你就知道很不容易。來，去牙關。坐好吧。好，陳波他過來哦。其實爸爸剛生病的時候，我們完全剛開始是依賴的是計程車的愛心杯。可是很不幸的就是說，計程車那位先生不曉得為什麼突然找不到人，然後逼不得已，我要想辦法讓爸爸可以下樓去做復健。然後其實真的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去讓爸爸能夠下樓，最後才磨合出這個方法出來。對，目前這個方法是我們自己算是自己專用的，真的很危險，我自己也承認是真的很危險。可是我們為了要出門，不得已。來，一龍。今天我們要倒淡水，那現在你要體驗，那就可不可以麻煩你來幫我們推一下輪椅？剛才你看到我們從那個嘉協有沒有是2樓爬上來？對。然後你看他帶着輪椅，要帶着背包。東西真的很多。可是你知道嗎？嘉協才2樓哎，我們一般的住家，我們家住公寓4樓。你想想看，真的很累。所以你要知道，帶一個老人家出來吼，說真的，我真的覺得比嬰兒吼還要麻煩的。而且你現在才剛開始推哦。對。如果你真的很累了，你不要害羞，沒關係，你可以跟我講，我可以當你替手。謝謝。走。現在可以休息一下了。沒錯，我今天2隻手是來這裡休息的。今天我會很開心的在這裡。得得得。所以很多的假日的那個畫圖的耶。對啊。咱來淡水哦，哈，我來了。
是已经看到这个水就觉得心情蛮好的。很舒服。这看起来好好吃哦，要不要来吃个炸花枝？不要啦，这个很贵。虽然淡水花枝很有名，可是很贵，我们看看就好了，不要吃啦。来这边这么有名的东西，不要啦，太贵了。那像套圈圈可以吗？我不知道，因为套圈圈只要50块，也很贵耶。那这种呢？滴滴枪声怎么可能？他一只手，这个又拿2支拖枪，怎么可能？不行啊！其实一开始我也是很希望晴月既然能带他爸爸难得出来玩一次，就可以多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呀，像是这边的名产都可以多吃一点。但是后来看到晴月他的反应才知道，哦，原来他每日爱用一斗钱就爱先算好，并不是像我们可能在没有照顾病人的情况下，或是经济比较宽裕的情况下，可以很自在的说，爱上爱吃嘛该就去吃按钮。你现在要干什么？你看前面有土耳其冰淇淋哎，看起来很好吃哦，要不要玩一下？不要啦，试试看那个1支50块。没关系啊，试试看，看起来很好吃哎。你要生化没爱不？那不要啊，没关系，不用啦，谢谢。试试看，你玩玩看好了，很有趣哎。好吧，试试看看好了。老板50块钱吗？阿公你看哦，很有趣哦。你去看咩？就莫安尼，就莫安尼，就放开，就放开。赶快帮我找个男朋友给我，大师，拜托。小妹妹啊，这个工作不是大师可以决定的，要看缘分。因为脑细胞的宕机让他失去所有的能力。我真正的辛苦是家人背叛。就莫安尼，就莫安尼，就放开，就放开。本来想说阿北会玩得很开心，因为是新的尝试嘛。那个老板拿着冰淇淋逗阿北玩这样，结果阿北是有一点生气的，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就莫安尼，就莫安尼，就放开，就放开。伊要甲你耍哎，还是要甲你耍哎？好。人安尼要。因为爸爸的想法观念是很传统的，他觉得卖东西的老板应该对客户、对客人是很有礼貌的，对。可是那个老板明明要给他，他去拿，又耍了他2、3次，他觉得这老板对他是在耍人，他不在卖他东西，所以他就生气了。也在意外的事件，没看得出加州仔天头的人情面对各种突发的情形。zan做得爱耐好苏照顾仔嘅情绪，未训练自家嘅耐心，好得撒下来也在游戏，总算做得伴阿伯搞到轻松，还个有到嘅复健嘅效果。对，今年要加油加油，30分啊，30分啊，有快无30分啊？42分啊，42分啊，43分啊，嘿，哇，50分啊，53分啊。在我情愿还有阿北的合作之下，我们就3个人一个丢球，一个按按钮，然后阿北就可以负责转，然后让那个球进洞。我也看到他对那个分数上升啊，然后还有他旁边的伴奏音乐的那个气氛之下，他也蛮开心的。这是今天对我来说比较有成就感的地方。系叫你洗，系叫你看。你那里这搞？对啊，你看这个对哦，落去啊。我可以知道爸爸在玩的时候是很开心，虽然是一次有3个动作，他其实没办法一个人完成，可是他能够直接参与其中一个，他就开心了。然后，其实我真心话说真的，好贵，你知道100块是一个便当钱。其实100块，爸爸很开心，有附件，对我来讲还是很贵，因为我常常可以做到的是，
爸爸可以复健，可是可以不用花钱。我尽量告诉自己，要求到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是属于有钱人。钱可能有啲人知道无按重要，不过对需要长期照顾家人嘅家长仔来讲，当然呢做唔得无钱。故说唔是使到钱嘅教疗方式，就是勤业或善嘅，系讲佢感染无爱，咁样可能对佢哋嘅家庭会较好。刚刚听到晴月讲到他们身边发生的情况，这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小孩，所以未来如果我必须要成为家庭照顾者的时候，经济上面没有那么宽裕的话，可能就还需要请其他的堂兄姐之类的一起来协助。但是这方面，也不能保证说他们会愿意出手帮助。所以在看过今天一整天的行程过后，我自己也会担心说，那未来，遇到按用嘅问题，有可能我们唔知要用改善嘅。根本嘅应用停电沙公文山，而开始进行家照者嘅故事牧师采访。韩国书房嘅家庭係大家還冇去注意到嘅類型，嘅就是受照顧者嘅樣嘅，然後一般人共用。满贯，什么叫做满贯啊？满贯泡，满满的。哦，好，这个好简单哦，耶！所以像换我对不对？来翘，是你，他讲就是你，老来翘。啊，每次我都把你讲的话当做边锋，对不起哦，我现在不会了。因为他曾经是连这个是杯子都不知道，透过这个他可以去抓，刺激他的脑细胞神经元连接，让他那个在语言方面抓回来。哎，什么是执牛耳啊？就是在等机会来，就是我执牛耳等你。谢谢朱师傅教导。原来嘅先生做太哥，頭擺係一個老經驗嘅電工師。不過5年前，喺接生人嘅下課嘅半路上出嚟嚴重嘅車禍，是知道全身幾下位粉碎性嘅骨頭斷裂，還是一突變咗7萬人嘅樣嘅。故說日本人原來未開始咧羅心百度嘅照顧嘅日咧。家護病房住8天，所以那8天來說對我是一個人生最大的煎熬。那我那時候第一個想法是說醒來就好了。可是我沒有想到說醒來之後給我的那個衝擊是讓我幾乎沒有辦法接受，因為腦細胞的宕機讓它失去所有的能力，大小便失禁，沒有辦法吞食，然後不知冷熱，短期記憶是沒有的。然後男生的尿布很奇怪，不管你怎麼包，他都會尿死，然後他都尿到我全身，我就每天這樣子換，我不會說反正都給你尿到明天我再一起換，就是我曾經一個晚上換3次。然後有幾次他就大便嘛，然後我就也二話不說，我就去接大便，然後把它放在那個，然後再繼續手，我就是這樣子做。可是你說辛不辛苦？我不覺得辛苦，因為我覺得他是我老公，他為了這個家辛苦工作拍片20幾年，現在換我照顧他，我不覺得辛苦。我真正的辛苦是我以前那個老公，不曉得回不回得來。那還有一點是家人的背叛。身體嘅苦，捱過去就做得咧；心肝肚講唔出嘅苦，真係千難捱嘅。也咪本演呢，一下超嚟12公斤，出現咧衝突、受苦嘅症頭。好在喺照顧老公嘅時節，佢意思寫咗來治療自家。韓國出版嘅一本《等進來》，雖然唔是離開。我會寫那本書，也是希望給社會大眾跟照顧者一點力量，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有長輩有聲音會怪我，他說：為什麼接小孩子是爸爸去，那你呢？為什麼不是媽媽去？然後也有說，是不是背了你跟小孩子的業障，所以呢，他才傷得那麼重？其實那對我來說，那都是壓力。我不曉得我要怎麼做才能夠變出一個他們原來完整的那個人，可是我沒有辦法做到。禮
摆嘅采访，本来印象最深刻嘅，就是看到燕子阿姨写的书的那本书名，因为那感觉像是因为有一个身边很亲的人，然后突然他人虽然还是在，但是那个心啊或是状态可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能跟你很直接的交流，甚至连以往的记忆，就是最宝贵的那一部分，可能也都不见了。对我来说，可能我会觉得，如果未来係我面對暗湧嘅狀況嘅世界，我會想愛選擇陪伴在他的旁邊。演的全新照顧家老公已經第5年嘞。葉博嘅今日開始學習古箏，因為聽講音樂對大腦嘅觸及有幫助。韓國其實家每做得到壓力嘅疏解，唔過講到釋放壓力，啲採訪過後，文山還愛帶應用一款啦，琴樂為自家尋到親好嘅舒壓方式咯。你怎麼在這裡？一起來看看吧。洗衣卡車，兔子。哎，加入我们啊！跟各位介紹一位新朋友，這個是一龍。一龍，這裡是我放鬆的地方，這是我社團的一些學員的一些夥伴。社團？我們這裡是 OK 的即興社，那你等一下一起來跟我們玩看吧。好，那等一下就一邊看一邊玩。兔子，卡車，兔子。我接觸即興劇的時間大概是2-3年的時間。我最喜歡的是說，他可以玩很多的角色，因為說真的，在現實裡面，因為照顧爸爸，其實很多事情你是不可能去做的。可是，在即興劇裡面，你看跟我一起來玩的 partner， 他可以是我的男朋友，他可以是我先生，他可以是我的任何的一位我想要叫的角色，或怎麼樣親密的叫他，他都會 yes 我的。對。大師，人家我今年才18歲，趕快幫我找個男朋友給我，大師，拜託。小妹妹啊，這個工作不是大師可以決定的，要看緣分。緣分。大師，你求求你幫我結個很好的良緣，拜託你，我求求你哦。哎呀，我頭好痛啊！今天的情樂跟昨天的很不一樣，因為昨天在家寫，我們看到的可能是比較悲傷的一面，但是來這邊情樂是來抒壓的。鼓手愛重新起來了，係懂歡喜嘅。師傅太好了，太好了，謝謝師傅。師傅，那我的手就交到你手上了。我的手也疊上去了。我這種姿勢，我的另外一隻手也疊上去，我們要永結同心啊！永結同心，耶！在2天的體驗之後，我覺得家照者最需要的，除了像是喘息人員之外，他們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理解，還有同理。在未來，雖然我可能沒有辦法常常的去做志工，或者是參與像家協裡面的一些活動，但是我覺得我最少能做到的是用一個比較站在他們的角度去想，他們是怎麼照顧他們的身邊的家人。按用嘅方，我想家庭照顧者將做得到，佢哋心理嘅需求還有寬慰。